姊妹平安，请咱大家备办心来准备今日的礼拜，请扫个。求你，互真理的话无一尽离开我的嘴，因为我仰慕你的判断，我要常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大家吟圣诗，圣诗第272首，阮爱上帝圣殿，请起立。也给
徛伫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对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食今日就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若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俺入着市，就救阮遐尼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用主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情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伊本丢毕业到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28篇。正史后面1049页，启应文第28篇，详细也是诗篇118篇。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去杀的少，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请咱参加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听阮的爸，阮的阿爸爸上帝。主啊，阮感谢你，伫主日你引带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天气实在炎热，求主赐阮灵敏，保守带领阮众兄弟姊妹。出入平安，得到你的引带、看顾甲祝福，也固守阮圣灵的殿，也是阮的身体、阮的心灵，通永壮健康，通对应即个极端的气候等等的变化。主啊，今日是圣餐主日，阮特别爱记你，阮拢是你。对十字架顶同价所赎回，这是你极大的恩典。阮伫个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敬拜，
祈祷的中拢爱会记哩即个，也照着圣餐，阮甲你做伙共坐祷。主啊，求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日日看阮，救赎阮，远离凶恶、诡诈、甲欺骗的事。主啊，求你也赐阮智慧，通面对阮每一天的在世上的生活，不管是教会事工、家庭的代志、工作的代志，种种拢通对应的好势。主啊，求圣神时常引带阮行伊的路，带阮跑走天路，带阮行永生的道路。主啊，这是阮迫切的祈祷。主啊，伫个炎热的暑假当中，阮也有准备诚济各团契、各机构的活动，求你使阮祝福这活动。通因耀你的名，搁立个正人，互阮所做所行，做工做扬，因耀你的名。主啊，互你的福音广传，咱们教会伫即个社区的徛起，行做即个社区的祝福。主啊，世上足济无平安的代志，社会凶杀的代志，社会所食米油的有毒的物质掺伫迄个内底。世上中东的战争、乌克兰甲苏联的战争，种种的代志，像是台湾面对对方的威胁。主啊，阮实在是感觉真困难、真艰苦。总是主，伫你有平安，伫你有拯救。阮要弃掉对你的愿望，对你的国话所想事的，伫个永生的愿望来跑走这条天路。主啊，愿你保守带领。主啊，阮特别纪念今日无法度伫阮当中做伙共齐做伙敬拜的兄弟，因检菜是破病，也是厝啊。主啊，你的灵甲因伫咧，赐因平安。主啊，愿今日的敬拜，诚做芳芳的者，通得到你的感谢。安尼祈祷，拢是互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声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赞美伫即个神圣的时刻，请圣歌队。
感谢圣歌队，参加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14节到第16节。记载伫个台语汉字本新约第4面马太福音第5章第14节。恁是世间的光，城起伫山顶，袂为稳密，无人点灯下伫斗下，就是下伫灯台顶，就变照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因光，互恁伫天日的爸。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伊的话的人，正道天国的道话。请读牧师。老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圣餐的主日，真欢喜，咱三个伫遮组织过来领圣餐。大大年长老为着咱所读的经文，我邀请咱大家，咱搁做伙来读一遍。恁是世界的光，城起伫山顶，袂会温密，无人点灯下伫斗下，就是下伫灯台顶，就骗照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因光，互恁伫天恁的爸。我想咱拢知影讲，古早时一款的斗，伊是茶所做，所以不管是虾米款的形状，这个斗主要是要放米粮来用的。所以，伫即个斗的下面，咱大多所读的经文，世界的光，城坐伫山顶，袂会温密。所以，这个话其实毋是咧甲咱讲一个遥不可及的道德标准，嘛有不管咱伫社会的地位、咱的财富等等，主要是甲咱的生命、甲咱生活有关。既然安尼，当咱咧看一段经文的时阵，咱爱知影一项事，到底咱是啥？咱的身份是啥物？恁讲咧，咱是啥物？咱有啥物身份？上帝的儿子，佫有无？基督徒佫有无？我想咱这中间足侪嘛，做阿公阿嬷、做爸母啊吼，所以咱的身份有足侪站无共款的身份伫的。但是伫经文中间有一项事，咱爱来注意，就是讲，咱有一个是互上帝点倒的光，咱的身份有一个是互上帝所点倒的光。所以主耶稣伫经文的开头就安尼甲咱讲，咱是世上的光啊。所以当咱来看规本圣经安尼来看，当然。咱也是属于款5000文一款能力好、文字好、文章好的，咱会当伫咱的社会做更较好的事。但是咱也是2000两、1000两的，咱嘛爱伫咱2000两、1000两的能力范围内面做咱需要做、做咱该做的。所以规本圣经安尼来看，咱需要去做的叫做彼此的光。咱爱做彼此的光，互相照亮。所以，亲像前1、2礼拜，咱教会出去的青年、青少年参加联合短宣队内面，无毋对，伫遐有一个足主要的目标的事工，就是一个自然科学营。伫过去1、2礼拜中间，不只是咱的联合队伫遐咧做的时阵真无用，包括讲伫迄个中间。真侪的事来发生，亲像风台来等等，互咱原本所计划真侪无共款的事工，拢爱做临时的改变。所以伫即个联合短宣队的中间，每一工就是对下早7点半，一项事一直做到下暗的9点半。但是咱毋通听到我咧讲7点半到下暗9点半。7点半，既然时间要开始，行程要开始啊，爱食早顿无？爱吼，你无讲爱金正祈祷。所以咱的青年的安排，每一工安排无共款的人，因搁较早就爱起床准备早顿。共款，
规个活动到9点半结束了后，一寡木造同工爱开会，有一寡过两工的代志爱准备。所以像顶一个拜六的时阵，为着要准备过两工礼拜的一寡事务，咱的同工无用到半暝啊1、2点。所以一工安尼会使，2工安尼会使，一礼拜落来了后，真正大家足忝的。好佳在伫迄个中间，比如讲明恩长老有对台北落去家己带着一寡乌米仔鸡，带着一寡点心去甲大家谈。这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行动。后来一路即书嘛带着伊的查某囝月恩去甲遐。因到的时阵是拜五下晡儿童营的时间，所以月恩嘛加入内面做伙做一寡手工。月恩早来找我开讲的时阵，我甲问讲：啊有好耍无？伊讲有。明年要过来无？吼，伊的目睭规个金起来啊！可以吗？可不可以？你还去问恁爸爸妈妈。但是谁人讲囡仔伫遮，因会真快乐，因为有无同款的学习。比如讲，你这张图的下面，长长的是啥？蟒蛇哦，恁的目睭真好哦。这个相片当初有人看到的时阵讲，哦，哪有迄个法国面包遮长？有蟒蛇，所以囡仔看到是又惊喜又害怕。不止安尼尔，咱若往头前1、2档来看，连活生生的鳄鱼都拢搬入来教室，连那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嘛搬入来教室。像右上方迄个图片是去找一寡当地看会到一款的动植物来咧，互因做观察。啊，倒手柄咧，倒手柄迄是啥？恁看会出来无？火箭，什么火箭？水火箭吼，嘿，真好。这个水火箭，当阮伫遐咧做的时阵，连我嘛感觉足趣味的。特别是做好了后，写出来、弹出来的时阵，你有看到囡仔的表情无？所以不管是虾米款的活动、虾米款的生物，徛到因的面头前，大家拢是又惊又喜啊。所以当明恩长老一路指示因去探班的时阵，真正带予规个联合第三队，大家足振奋的、足窝心的感觉。就算做后来因为风台的搅乱，原本伫顶一个拜六有一个自然科学研讨会，不得不因为政府已经宣布停班停课来取消。结果，互阮有一个大惊喜，就是因为咱的葫芦团体中间有包括会长玉兰执事、美容长老、秀玲执事、甲李主姐，就算这风台停班停课，甚至高铁的规个班次拢已经乱掉去啊！因犹原坐着高铁落来家己甲大家探班。只是礼拜六本来新闻报道报敢若就足恐怖的，我想有人应该有印象吧。有新闻报道，伫遐预测讲，这个是近20、30年来上大的一个风台。结果迄个下晡伫遐哇，阮唔敢讲无风无雨，但是就是微风安尼吹，微微啊吹，足舒服的。虽讲有当时啊有咪咪啊雨，但是迄个咪咪啊雨是间歇性的，所以你会当看到大家要出发进前，伫遐咧翕相，迄阵是无啥物风，无啥物雨。啊，我要去创啥？既然科学研讨会无法度办啊，啊无咱来庄内面去探访。所以我想，伫这个部分看到遮的同工来遮咧探访的时阵，对规个联合第三队来讲，真正是亲像光共款，互大家真振奋、真欢喜啊！所以当下晡出去做探访的时阵，庄内大部分拢是长辈。庄内大部分拢是长辈，所以看到咱去探访，因真欢喜。其中有一个独居的长辈，安尼甲咱的同工讲，伊家己伫遐大，已经足久无人去因兜甲看。我毋知影伊的家庭背景是安怎，但是当伊看到咱去甲探访的时阵，非常非常欢喜。伊讲出足久无人去因兜甲看，所以咱会当知影。咱伫遐探访，带予庄内遮的士大人真大的喜乐。其实你主要说伫拄仔咧经文咧讲，咱是细像的光，咱是细像的光，你是大光也好，微微啊光也好。当咱的光
接做伙的时阵，这不只是咱个人身份的宣告。当咱大家接做伙的时阵，透过教会，咱会当形成一个更加大的光。这个光不只是主耶稣对咱身份的宣告尔，咱嘛得安尼去做。所以我毋知影讲，当主耶稣讲咱是世界的光，你有啥物感受？你有啥物感想无？好无？你甲你边仔兄弟姊妹，你甲讲，咱是世界的光。咱较好讲哦，来，你佫甲你边仔兄弟姊妹，你甲讲，我是世界的光。看起来，咱第二场礼拜人较侪无毋对，但是咱拢较害羞内向哦。咱第一场礼拜人笑，但是讲甲足欢喜的呢。佫有人讲甲足肯定，讲甲足有气魄的呢。是啊，咱是世界的光，因为这个光毋是靠着咱家己咧发光，是靠着咱每一个人，咱组织做伙，咱做伙来发光。但是今仔日是咱的圣餐主日，圣餐主日讲着光，有啥物款的连结？有啥物款的奥妙？有啥物款的意思？因为圣餐是咱的光的来源啊。就亲像讲，咱知影月娘、月亮，伊本身会发光无？啊，月娘会发光无？不会嘛吼。但是伊光对倒来，对太阳来。是我问了伤简单，所以恁拢歹势回答吗？是啊，月亮的光是对太阳来，啊，咱的光呢？咱的光对倒来，对上帝来。是啊，咱的光是对上帝来，咱的光是对咱的主耶稣来。所以基督徒的光，就是因为咱内面有上帝，有主耶稣的真光啊。所以每一遍的圣餐，拢是咱重新对焦、重新甲上帝连结的时刻。所以当咱每一遍摕到迄个饼、迄个杯的时阵，嘛是咱搁较一遍上帝、主耶稣来讲，咱要拍开咱的心，互主耶稣、互爸上帝进入咱的心嘛，互信心进入咱的生命。所以咱每一遍咧领受圣餐的时阵，其实就是互咱的生活再一次的重新被点燃呐、这就是圣经咧甲咱讲的，要兴起发光，要兴起发光，因为那个光已经来到了。同款伫咱教会内面，既然咱三个组织做伙的时阵，不管原本的大光、小光，当咱组织做伙，咱会当变做更加大、更加大的光。所以，大多经文嘛咧甲咱讲，城坐伫山顶是袂当稳捌的。这就亲像咱做一个基督徒，透过咱的生活的方式，咱台北人门教会徛伫这个社区，透过咱的行为、咱的事工，会当互远远的人看起咱的光啊。所以，当第一宣队伫遐咧庄内咧做探访的时阵，有长辈去问慈运师母，问咱即几个妇女在当工咧问讲：啊，恁是对倒位来的啊？咱甲因讲，咱是对台北来的。吼，恁是台北人门教会的人吼。咱无自我介绍，咱嘛无去甲因宣传讲，咱是台北人门教会的。但是因为迄个礼拜的中间，联合地宣队伫遐出入，咱好的行为，互因看在内，咱好的工，因有感受到。所以因拢知影，咱是对台北人门教会来。嘛，因为咱伫遐有好的作为，咱伫遐有法出光。过去这一礼拜，我有听到对嘉义广大教会传过来的好消息。有一寡家长，有一寡囡仔，一直咧问讲，儿童营结束啊，啊，过来，暑期快乐营，什么时阵要做什么代志，因爱准备什么无？甚至嘛有家长咧问，教会主日礼拜是几点开始？所以我相信，当咱伫遐有好的作为的时阵，这个家长、这个囡仔有看到咱所发出的光啊。但是咱嘛不只是讲，咱拢一直咧付出，一直咧做光。有当时啊，咱嘛爱做彼此的光，咱嘛爱接受
咱的同工、咱的兄弟姊妹所予咱的光啊！就亲像大多所讲到，咱的底宣队每一天的行程，就是对透早7点半排到下暗的9点半。所以一天安尼过的时阵，会忝无？会啊！不止会忝，甚至到后壁几工开始有咱的同工破病发烧。所以伫迄个状况下面，咱通知，当一群青年人、青少年人，因来自无共款的教会，来自无共款的地区、无共款的背景。这个中间有社会青年，有大学生，有国中生，有高中生，大家年纪嘛拢无共。甚至伫咱同工的中间，嘛有对南投草屯特别走来。所以咱通看去，遮的同工对原本的无熟悉。要伫遮尔短的时间，大家一拄着面，就要开始遐个事工会推行。你讲一开始会乱无？一定加减下嘛。大家背景无共，人来自无共款的所在，甚至互相拢无伫熟悉。你的个性安怎，我意爱安怎，大家拢唔知影。所以，一款真短的时间，要赶紧进入状况，迄款的困难度、挑战性是非常大的。甚至咱有真侪事工。咱会知影做备课，会知影做排练，中昼出去了，就爱开始去做啊。所以咱真正无遐尼侪时间，好好去将咱所有备的物件准备好。这就是联合的事工，联合的底宣队，因忽然之间，你某一天集合，就要开始后壁的事工的时阵的困难甲挑战。但是感谢主，伫遐我有看到几样事，比如讲。礼拜日的服侍是完全由咱的底宣队来服侍，所以伫遐服侍包括讲有敬拜俄罗，包括讲有献诗，但是就像咱讲的，无时间要哪办？既然无遐侪时间通练习，一首歌有可能咱就是走2-3遍，安尼就好。走2-3遍就好。嘛为着无爱互每一个同工有伤重的压力，无共款的歌，无共款的信息，就换无共款的乐手去弹去负责。所以一首歌就是安尼2-3遍唱我过就好。这2-3遍唱我过，毋是代表讲咱凊彩的心，毋是代表讲咱无认真的心，是因为太济代志、太济事工，第几工就是一直去。所以敬拜赞美练了，赶紧换诗班要练习啊！所以咱会当看过，规个乐坛的同工搁换人啊。所以这首歌要献诗的歌嘛是安尼，大家练习2遍，安尼就算到一个段落，因为后壁还有其他的代志爱做。所以咱通知你一个联合电刷队，大家伫遐短时间要做伙的时阵，真正要甲所有的事做甲完全、做甲交臂，迄是足困难、有挑战的。但是伫这个状况下面，大家就是彼此接纳，大家就是互相配合，大家就是一起承担。所以，不管是儿童营长讲啥物，不管是底宣队的队长讲啥物，不管是敬拜赞美主领者讲啥物，不管是诗班的指挥讲啥物，大家就是配合，大家就是合作，大家就是做伙来。因为一个团队上无需要的，就是徛在遐出一支喙负责批评的人。特别是当风台来的时阵，将一寡事工拍乱去的时阵。足侪代志爱做临时的讨论、临时的变更，但是大家就是一项事，大家共同去面对，做伙来完成。所以真正对遮的中间来看，风台来是毋是好事？风台来是毋是好事？是哦，嘿，大家带咧等咧，足惊迄一寡
农民一年的心血都无去呢。但是真正对咱的地选队是一个好事。咧训练大家临时应变，咧训练大家同心合力，咧训练大家做伙完成一项事，迄款的心志啊。所以当大家安尼做伙一件事一件事去面对去完成的时阵，这不只是一个团队，这是一个同心合一的家人啊！倒位有需要，倒位无特动的所在，大家就是做伙来帮忙。意思就是讲，你有分配到什么款的工作，你就要去负责任。但是这个工课你也无分配到，你也有时间，你嘛是在边啊 stand by。迄个 stand by 就是随时倒位有需要别人帮忙，随时倒位做了无特动，咱有看去，咱有看去的时，咱就赶紧去帮忙啊！所以这就是咧讲，咱彼此的光相互照亮。当咱大家组织做一个大光的时阵，咱就会当有更加大的力量来服务这个社会啊！所以其实这咧讲起来，就是讲对圣餐的内面，咱嘛有一个核心的意义。这个核心的意义咧讲的，就是咱教会合一啦。所以圣餐道的头前，咱无社会地位之分，咱无种族，咱无性别，无年龄这款的隔阂，大家就是彼此和好，大家就是互相接纳。其实这就是天国在伫天，在伫地，那亲像伫天啊！这就是天国在地，如同在天的模样，这样的画面啊！所以，咱的信仰唔通变做大多经文所讲的你斗底的信仰，咱的生活唔通变做互砍掉你斗内往啊来看袂到光的生活。特别是有当时啊，咱若伫斗内面，只有靠着咱家己拍拼。我相信古早迄款的油灯，咱就知，甲点倒放伫桶仔内，你啊桶仔挂甲砍起来，空气烧了就无去啊，空气烧了就无去啊。所以圣经一直咧甲咱讲，咱唔通停止聚会，讲的就是因为咱需要互相来鼓励啊。咱爱成为彼此的光啊！啊，无有当时啊，咱也拢只是靠着咱家己的努力，靠着咱家己的拍拼。这款的努力，这款的拍拼，容易互咱的生活出现忝的时阵，忝的感觉。特别是咱知影，进社会速度转速真紧，真侪工作压力、家庭压力不断来。就亲像顶礼拜四，现就剩3分钟要祈祷会啊。咱有一个青年接到伊一个朋友咧甲讲，伊最近过了足无好诶，工作有工作诶压力，伊足无想咧做啊。家庭有家庭诶张力，伊甲家庭即亲人诶感情嘛无介好。所以咱这个青年毋知要哪甲安慰，直接电话起来互我，不输，你帮伊祈祷好无？你帮伊祈祷好无？所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有你顺利的所在，真好。但是有当时啊，咱伫这个社会，真正嘛有咱可能有咱压力的事，有咱无顺利的事。就亲像讲，前几年所咧讲的，咱台湾人每4个中间就有一个有感情，这是啥物概念？4个人中间都有一个感情，这是啥物概念？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家甲有3个人、4个人，一户有3个人、4个人。每一户拢爱分配一个感情的亲人，恁兜甲无出现这个感情的亲人，你毋是只是感谢主尔，因为迄有可能表示另外一户人家有可能因来担起2个感情的亲人。所以，做一款咱生活的压力，做一款咱身躯的病痛，做一款，比如讲，有可能咱不管是空气的污染，不管是咱为着要生活的方便，足多迄款化工的食品、化工的饮料，咱逐工所面对的就是这的事、这的物啊。所以，咱若做一个斗底的信仰，咱只是家己一个伫厝读圣经就好，咱只是家己一个伫厝看礼拜直播就好，咱会足容易，亲像伫这个斗底的顶共款，只要问题来啊、挑战来啊、困难的事来啊，挂一砍起来。咱家己伫内面会烧无去啊，所以咱咧做对的事，将对的事做好，
若是安尼，这一定会包括讲，咱会当成做彼此的光啊。所以主耶稣甲咱讲的是去撒玛利亚，主耶稣甲咱讲的是去成为世界的光。所以对今仔的经文，咱会当简单来看两个层面，咱会当去做的事。这里是分享，这里是分享。过去宣教师来到早期的台湾的时阵，因就是对办教育、提供医疗、提供一寡社会福利，做最多社会服务开始啊。包括讲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伫咱的台湾社会有一个宗教，去用笑讲是米粉教。恁知影是倒一个宗教吗？基督教啊，是安那会去用笑做是米粉教？原因真简单，伫1954年的时阵，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基督教国际救济会。因知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有真侪国家的经济做无好的，所以因就去真侪无共款的教会去物资。无着的物资，因就一台船一台船一直运去无共款的国家去。当这个基督教国际救济会将这个物资运来台湾的时阵，因就是透过天主教、基督教无共款的教会，伫无共款的地区去发这的物资。其中有一个大宗物资就是米粉。迄阵的教会所用的方式就是欢迎恁大家来做礼拜，做礼拜了，咱要回去的时阵，就先煞发这的物资回去。所以，你爱米粉活动的时阵，教会我爱办一个班，什么课你知无？美食班哦，教遮的人，教咱台湾人安那用米粉去做面包，做米粉去安那做食面。所以迄阵有人笑基督教、天主教笑做米粉教，但是其实我听了足欢喜的，是安那足欢喜。当咱教会做一款好的事，嘛应用到迄阵美国的国会，所以美国国会军队的教会骹步通过一个480法案，透过政府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去集更加侪的物资，送去更加侪的国家去啊。所以咱通看去基督徒良善的行为之一，就是不管咱是透过金钱、物资、资源的奉献，甚至咱的代祷，咱的分享上帝恩典，互世间人知啊。所以真正要分享上帝恩典，足简单的。在伫咱的意愿尔，要去做，毋去做。第二，咱会知影就是讲，当咱三甲组织伫遮，像大咱所讲的，做彼此的光，做彼此的光，较强的人，可能你爱担较大的责任，咱来眷顾其他较有需要的人。其他较有需要的人，你嘛免感觉讲，是毋是我拢爱常常受到人帮衬？你嘛会当用你的祈祷，为着帮衬你的人。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知影，有当时啊，咱一直咧批评其他的人，也是批评其他的事，其实无法度帮助咱变成一个更加好的人。咱嘛无法度帮助这个社会变做一个更加好的社会。所以主耶稣，伊直接用伊家己的行为，用伊历史家顶的保护，用一款的方式来接纳咱，来听咱，来医治咱。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良善的行为，咱做良善的行为，迄毋是重担，迄毋是责任，迄嘛毋是咱的目的。咱的良善的行为，主要是要因为咱所做的事，会当互人来明白主耶稣，明白咱的爸上帝啊。所以每一遍的圣餐，当咱接过迄个饼甲杯的时阵，咱需要看起的是爸上帝伫咱心内光，咱需要看起的是主耶稣对咱生命的期待。咱所需要看起的是未来对迄个新天新地的盼望啊。所以咱都爱记，每一遍主日礼拜结束，咱是毋是有重新对焦，甲上帝重新连接无？因为每一遍主日礼拜结束，就是咱要踏入社会、踏入这个世界开始啊。包括对于咱家己的厝，咱咧食饭倒，咱厝内食饭倒，就是咱家己伫厝内的圣餐倒。伫遐，咱要对咱的亲人活出耐心，活出温柔的生活。同款去甲咱工作的所在，公司的办公倒，
迄就是咱的圣餐道啊。伫遐，咱要活出主动积极的活力啊！当咱安尼做，人自然就会看到咱的光，看到主耶稣的行为。当咱教会安尼做，因自然就会看到上帝国。三个来祈祷。阿爸，平安的上帝，阮感谢你，透过圣经的话，透过主耶稣的行为，会当互阮看到、领受到你对阮的心意。所以每一遍阮的圣餐领受到这个饼甲这个杯时，阮也恳求你不断帮助阮，会当互你慈悲怜悯甲荣耀来吸引，叫阮的迄个未来新天新地的时阵，通有份甲你三角同坐道。安尼感谢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道牧师的信息，请来吟圣诗第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起立来吟。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境界，因爱那营养着我，我灵魂安宁，温柔听堂的声音，为解我心忧闷。对应更天道降临，熊熊安慰是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进，因爱那营养。耶稣的手扶持我，稳当让我烦恼，世间袂袂低波，最袂害我跋倒，忧闷袂做我他干，要伊行遐路。主是我心所欢喜，你是我最光，熊熊的个性可以，亲像万世救光，我就吞论点世间，听我安给起。天更就欢喜我，地主就能救地，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进，你爱那引导。请坐。这时，咱要进行咱这季的圣餐礼。伫圣餐礼进前，咱要先吟圣诗95首的第1节甲第2节。圣餐礼后壁，咱来吟第3节甲第4节。
当咱坐咧金圣诗第1节到第2节的时阵，95首的第2节的时阵，要邀请咱的小会员拢总头前来。我心仰望世界不假，应要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希望世指引我，但愿为主路。总帮伞，予我无敌看靠一切，只有看靠我主世界，世间所有康复福气。为主不会尽光往你。我所敬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咱所讲的话。主耶稣讲：恁见若着魔背当当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佮讲，咬喙焦、翕无记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所以今仔日咱三甲组织伫遮，请咱细里来听主耶稣所讲设立圣餐的时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咱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里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佮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里的，今仔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每一遍，咱三个伫遮组织，咱看到手中这细细的饼，咱用安尼来纪念，用安尼来感谢主耶稣的身躯，为了咱来拍破。每一遍咱伫遮做伙守圣餐，不只是因为主耶稣安尼交代，更较重要是因为咱用领圣餐的方式，表明咱对主耶稣的纪念甲感谢。所以，搁再一遍，嘛用咱兄弟来讲，咱中间教人还未领洗礼，赶紧来领洗礼，互咱有份。通伫圣餐的时阵，咱做伙来领想饼甲杯。主耶稣讲，这个饼是伊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刚也有兄弟有洗礼还未摕到饼的无？
主耶稣讲，这是伊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所以咱得用领受这个饼来感谢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佫讲，这个杯是新约，是用伊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每一遍咱啉这个杯时，咱就用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主耶稣用伊的血所设立的。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的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这个白白的恩典是非常贵重的，是非常宝贵的。敢有人还袂摕到杯？来，你先拿。主要说讲，这个杯是用伊血所设立的。当咱啉的时阵，就用安尼来纪念伊。但是咱不只是纪念尔尔，咱每一遍啉这个杯，咱带着迄个愿望，对以后新天新地的愿望，咱等下做伙欢喜大胆行出去，做伙来领受。这是咱继续用圣诗。95首第3节、第4节，来做咱对上帝的回应。来看求主头脚脚手，流出百惠人有爱优秀，我的开头。主古庇护，是陪伴家园
要免流，世事得着保强基，全献乎主也袂到止。主听世人当看个清，我要报答全献。阿爸，爸，我的上帝，伫你面了前，阮三个伫遮领受你所赐了一款大的恩典，所以阮嘛要透过圣餐，搁再一遍思想阮信仰的生活，所以搁再一遍献上阮的感谢，拢上靠着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奉献，请书献的同工硕伦、匡瑞之属。请三个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我的听堂救赎参，听你也给起世间。当我立志献家己，永永传传归乎你。阿门。请坐。直接由我来报告。野球部的第2名教会消息，第今日是圣餐主日，礼拜后12点半伫6楼召开中职会甲小会，请中职出席。礼拜后请兄弟刘伯清安、高仪到地下室来做伙享用爱餐。第2本会幼儿园。即礼拜拜六上午10点，伫2楼的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恭喜今年有7位的毕业生，欢迎兄弟观礼。第3，2026年欢喜赞美诗班合唱演习会伫今日下晡双连教会举行，请已经报名的圣歌队队员会去参加。团体的消息。少年团契7月份的例会，因为暑假的关系暂停一届。教界的消息：第1，北中少年事工部伫8月初7举行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请蔡小姐、瑞明委员来报名。第2，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伫7月23甲25举办全国妇女灵修营。本会慈运师母甲玉兰执事前往参加。第3，总会高龄关怀事工小组要伫8月14、15
伫本会举办银发生命故事讲师的培养甲训练。咱本组的兄弟吼报名费用有优待，请会当来线上报名。内底的事项甲后面奉献的内容，请兄弟家己来过目，若有啥物重大的所在，请办公室来跟进。今日有一位新来的来宾，宋志豪弟兄是吗？伫上后边啊，欢迎。伊遮写地址是伫个咱中正区的北海路遮吼，伫个城中内底吼写公务员吼，写咱的会后来甲伊交陪，请宋弟兄吼无客气，留喺甲阮做伙交陪爱参。另外最后今日有一个读圣传道组织有一个读圣经的拼图吼。这个是，咱一年一度读圣经的运动，佮完成这个阶段，所以为着要甲因鼓励一下，咱由原来甲这个完成的部分，要过来做拼图。恁应该安尼渐渐看会出这个拼图最后完成的变啥物图啊吧？咱的教会吼是，你看到这两个少年啊、缘投啊伫遮。原因真简单，因为咱有足侪无共款的读经小组大家做伙读这是咱的青年小组即几位吼佫有主乐无伫的吼主乐是第一场，因有几个真优秀。咱联合短宣队的时阵，佫有拄着咱家己的青少年、青年无加入这个读经运动的吼，因就伫遐袂无做伙来，真正有人本来无加入的，即几工佫加入啊，所以意思就是咧讲。咱若真正有留去就留去，你也愿意佮甲咱做伙来读圣经的话，咱嘛是会当过来加入。想要加入会当先找灵知识吼，来，咱佮完成这个阶段。来，感谢。毋知有我今日拄好无介绍的兄弟无？无说讲有要补充。时间的关系，咱来吟上吟圣诗394首，请起立。吟诗刷车无输速度。一时礼拜伫个山。大家入是通是山，心肝常常三交杯，毋茫恶气搁自悔。那日所做着世事，大项照主所教示。心光共相交法度，也通望主保护。咸菜有时受艰苦，吞论看苦主照顾。困求地百是恩惠，得着心大安慰，经过试炼那坚固，亲像金路回路，世间艰苦无奇迹，天堂安乐永福气。愿被上帝的光今日照伫咱。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主耶稣的主爱甲怜悯，圣神的保守甲引带，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甲因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
请坐，灭道避讳。